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1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它描述了当下社会一些这个诡异的经济学现象。这个文章的标题就说越没用的东西买的越贵，越是虚无的需求市场越大，也就是描述当下令人不解的经济诡异现象。他这文章说他说一个塑料玩偶拉布布拍出了108万的天价，中老年人的土味爽剧一年烧掉504亿，悄悄超过了年轻人看电影的425亿。有人月薪5000却花2000养猫，有人凌晨排队只为了一个盲盒。所有人都在问，是不是中国人的钱太多了？恰恰相反这证明中国人的钱太少了，少到只能用来买一样东西，叫情绪。那么到底是谁在为情绪买单呢？这个文章把中国的人群分成几类。他说答案藏在下面2个数字里。他说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预计明年突破3亿。60岁以上的人口刚突破3.1亿，两群人加起来除重后约6亿。当然他这些数字来自哪里无法考证，大家只能是一个参考我们理解他说的意思就行。他认为接近中国人口的一半，就是6个亿。这6亿人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那这6亿人有什么特征呢？他说他们是第一批可以为自己花钱的中国人。他说要理解这个现象，得从中国人的钱包革命说起。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钱都被锁定在养家糊口这4个字里，你赚的每分钱都有明确的去处，孝敬父母，养育子女，人情往来，最后轮到自己时就没有多少了。现如今这6亿人打破了循环，3亿单身没有家庭要养，3亿多人家已经养完了，他们的收入第一次可以完全自主支配。这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实则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先说一说这3亿单身大军的形成。说很多人以为是因为穷所以单身，但是错，确实现在结婚的成本100万起步，但过去的人更穷，为什么反而结婚的人更多呢？真相藏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中。这个文章认为他说在农业社会婚姻是生产单位，夫妻合作种地，但在工业社会，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打工者，婚姻从生产关系变成了消费负担。关键是女性地位的革命。1980年城镇女性就业率仅为30%，现在超过了60%。当女性经济独立了之后，那么传统分工的基础就崩塌了。与此同时，在男性996压榨之下，也无力承担养家的重运。所以3亿人单身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这也直接改写了消费逻辑。他们创造了2次元消费法则，深层消费极度压缩，情绪消费极度膨胀。例如一个人买生活必需品，抠门极致，50块的外卖也要比价半小时，10块钱的运费舍不得掏。但买情绪产品一掷千金，为了抽中隐藏限定盲盒，平均要花8496元。给宠物买进口粮比自己吃的还贵，这不是分裂，是精明。现如今维持基本生存的成本很低，剩下来的时间就全部投入到了快乐生产。所以他说我们就看到了几个疯狂的市场。说宠物经济已经达到了2793亿，预计到明年将突破3600亿。在高压社会中就是人人的感觉压力大，焦虑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变数，只有宠物提供无条件情感回报，这种确定性是稀缺资源。一人经济蓬勃发展，单人火锅、迷你家电、小份食品等，不是因为吃不起大份，而是一个人生活成了主流生活方式。虚拟陪伴产业的崛起，什么 AI 聊天、虚拟偶像、线上社群等，这些看似虚拟的东西，却在填补现实中的情感空白。但是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另外的3亿银发族，他们消费觉醒更具革命性。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的退休阶层。在过去的老人要么劳作到死，要么成了子女的免费保姆，但这批60后70后不同，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有
退休金，有积蓄，子女也独立。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有了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东西，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然后补偿性的消费就爆发了。90%的老人选择线上学习，月均消费几千元，钢琴、书法、舞蹈、唱歌等那些所有年轻时想学而不能学的东西，这不是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对被耽误青春的补偿。那么中年短剧为什么能烧掉500个亿呢？因为那些看似荒诞的剧情，霸道总裁穿越暴富，恰恰满足了他们年轻时被压抑的幻想。当了一辈子螺丝钉，现在花点钱做梦，过分吗？6亿人的消费指向同一个核心，情绪价值。那么什么是情绪价值呢？传统经济学只承认实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现在出现了第3种价值，叫情绪价值，即商品给人心理满足，如拉布布让你觉得与众不同，蜜雪冰城让你觉得便宜也快乐，线上课程让你觉得自己还在进步。这些产品物质价值趋近于0，但情绪价值接近于无限，这就是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这个文章认为那为什么到这个节点会出现情绪价值呢？是因为这个当今社会3重变革同时爆发，也就是具备3个条件。第一个是经济基础的质变，它是人均 GDP 突破1万美元，物质需求饱和和精神需求的爆发。第二个呢，消费主体的革命，6亿人摆脱家庭经济束缚，成为独立消费单元，这种规模是史无前例的。第3个，文章认为是技术条件成熟，说大数据精准识别情绪需求，算法精准推送，情绪可以标准化生产。然而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早已重兵布局。说银发经济现在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预计明年接近50万亿，占 GDP 的 12%， 对比房地产巅峰时期的 16%， 情绪经济几乎就是下一个房地产。他说，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机会，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但要理解这场变革，就必须理解6亿人孤独根源，也就是这个3亿单身和3亿银发族文章认为他们孤独的根源是什么呢？改革开放40年，本质上就是这场社会结构如解体，如重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单位体制解放出来，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得到了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代价的，过去被束缚，同时也被保护。村庄是安全网，单位是保护伞，家族是后盾。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每个人都成了都市丛林里的独行侠。这种原子化是现代化必然代价。工业化需要劳动力流动，市场经济需要打破人性的束缚，个人主义需要摆脱集体依附。结果就是人越自由越孤独。所以6亿人的情绪消费本质是为了现代化的副作用买单，买个拉布布制造归属感，喝杯奶茶获得廉价快乐，养只宠物陪伴，就填补情感的空白。这些消费看似荒谬，实则是现在人维持心理平衡的必需品。过去这些需求通过血缘来满足，现在只能通过市场，这是情绪经济的真相，用商业手段解决现代人创造的问题。那么这个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文章认为他说这是进步说是进步因为至少有了解决方案；说是退步，因为人类连基本的情感都需要明码标价。但历史不会因为我们纠结而停下脚步。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智能化的深入，只要情绪商品的人，需要情绪商品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一个新的时代大门已经打开。在这个时代里，最大的产业不再是钢铁、煤炭，而是生产快乐。最稀缺的资源不再是石油、黄金，而是情感陪伴。6亿中国人用脚投票，探索一个终极问题：在传统关系解体的时代，人应该如何相互取暖？市场给出的答案或许并不完美，把温暖明码标价，把陪伴变成生意，但这至少让人能活下去，不那么冷。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文章最后说他说，既然孤独不可避免，就让孤独变得可承受；既然情感缺失是常态，那就创造新的供给。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粗略读了一下实际上有很多漏洞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当下这个为情绪买单，情绪价值，对吧？情绪经济，它里面有很多
多概念是错误的，数据也是错误，经不起推敲。但是咱们看文章既要看到它错误，更多的要看到它在文章里面说的有道理的地方，这叫什么？取长补短，这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这文章说的有道理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单身的人越来越多？单身的人越来越多，有这个理由非常多就是原因非常多。但是归根结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说对了，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以前是农业经济、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特点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你不结婚哪有家庭呢？没有家庭的话，这个你在小农经济里面，你活得就非常更难。就是如果你有家庭，在小农经济时代那个生存的成本要低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存，比两个人各自单独活着要容易。小农经济对吧？生产力不发达，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但是我们现在呢，犹如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就像美西方国家一样，进入工业化。那工业化就第一个就要求对吧？人可以流动，再也不需要对吧？以家庭为单位去生产，你每个人都可以去拧螺丝，到流水线上，到工厂去，而且男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每个人单独过和两个人合在一起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说两个人合到一起成本上并没有减少，每个人自己也能过。我们理想状态你看你男的工作到63岁，你就可以退休了，有退休金农业社会没有退休金对吧？你到了63岁你还得干活，女的也一样，那就得需要互相扶持，对吧？如果男的生病了，女的还可以干活；如果女的生病了，男的还可以干活养她，也就是两个人扶持，对吧？那个成本比两个人单独过成本要低。如果在小农经济时代，你要单独过的话，你要生病了，那天就塌了。所以你看小农经济时代，你结婚两个人一起对抗这个风险，对吧？比一个人要强，成本还低。现代社会两个人在一起，它的成本比各自单过成本要高，这个也不难理解。你比如说你如果夫妻俩都在这个杭州打工，对吧？赚钱，这个时候突然这个女方突然她有个好的机会，她在哈尔滨，对吧？人家给她双倍工资，那她就如果她是一个人，那她很容易就做决定就直接去了哈尔滨对吧？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呢？但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她成家了，她是两口人，那她就得考虑了，我到了哈尔滨，那是老公在杭州怎么办呢？两地分居吗？两地分居还来回看，这不都是成本吗？对吧？这种关系的牵绊实际上是制约了个人的发展。因为你看农业社会，你个地是不动的，生产资料就在那儿，你也别指着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人被地绑住了，对吧？现在的你的岗位是全国流动，甚至全球，对吧？你还可以非洲有机会，你还可以去非洲这个男生他在杭州一个月2万块，这时候非洲有个机会，对吧？华为在非洲的这个公司需要他过去，年薪给他100万，那你说他去还是不去？如果他一个人，他很好选择；如果他有家庭，那家庭这个时候就成了他的是不是一个阻力？所以大家想一想吧，就这个工业社会那一定是一个人反而成本更低一点，对吧？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我做决定很容易，哪儿机会好我就去哪儿，我不用考虑什么另一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对吧？经济发达的地方一般都是工业化比较充分的地方，对吧？已经走过了工业文明了。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为什么出生率都在下降？其实这个就很好的解释了你们看印度现在出生率还可以，等到印度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它的出生率、人口出生率一定会断崖式下跌，跟咱们是一样的，对吧？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养儿防老，养下一代就为了防老但我们那个现在工业社会，对吧？养老的靠自己，养老靠国家，养老靠这个保障体系，不再是指望下一代了。这个时候你生孩子的这个意义已经少了一大半，再加上对吧？现在生孩子成本也非常高，养育成本太高而且对于孩子来说，投产比是非常不合算的。一个小孩教育你稍微重视一下，从他生下来到他大学毕业，到他能自食其力找工作，你恐怕有的家庭花100万很轻松但是等他毕业了，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赚到100万。而农业社会不一样，农业社会你只要把他生下来就行了，对吧？你吃饭就多添一双筷子，那个边际成本很低的对吧？你本来每天就吃饭，你吃饭现在多个小孩，你无非就是再多加点米多加点分量，菜呢稍微多一点，对吧？你蒸一笼包子，那个成本和一笼包子在上面再塞一个包子进去，那个包子相当于没有成本，对吧？只有皮和馅的成本。所以说你蒸它很容易，小孩子也一样。等他到10多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帮你干活了，放牛、割猪草、喂鸡。农村不都这样吗？所以为什么农村越穷越生你生的是生产力对吧？这个生产力是廉价的，也不需要什么投入。你养牛不也得养吗？对吧？养个骡子，养个驴，那也得给他吃我这么说有点不合适就有点极端。
实际上就是农村里啊，他把小孩当驴养没毛病啊，一个道理啊，一个也是赶，两个也是放，这就是俗话说的。哎，但是现在你看，你这么干就不行了，你小孩一生下来那就是成本了，对吧？你就各种投入啊，奶粉、尿不湿，才1岁刚会走路，你就把他要去送去什么早教班，哎，这个都晚了啊。好多从怀孕开始就开始投入，怀孕都不够啊，很多在备孕，对吧？怀孕之前就开始投入了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是不是这样的？怀孕之前啊，就准备备孕的时候就开始投钱，等到小孩生下来，这对一个女性来说那是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工业社会，你找个工作不容易，不像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你生完孩子，你月子做完了就可以下地干活啊，那地也没跑，对吧？你还得做饭、照顾家里。工业社会的吧，现代社会，你等你在家生完孩子，把那个产假休完，这个什么各种假期休完，你回来工作还在吗？岗位没了，别人顶替了，对吧？本来你是要提拔升一级的，结果被这个正好赶上生孩子，对吧？现在你看咱们35岁工作就不好找了，这么一耽搁，是不是啊？给女性增加了很多成本，实际上就增加了障碍。那很多人他多多少少就会考虑顾虑，我该不该生？所以在这类情况下，你看看新生儿人口断崖式下跌，那是必然。然后你再怎么刺激，说让他生，他也不生。哎，除非你说啊，你现在是公务员是吧？你现在是普通公务员，等你生完孩子直接升科级，你保证生，对吧？你说你生俩孩子提处级，工资给你涨1倍。所以你看啊，咱们政府啊也想尽了办法，也好多地方对吧？生1胎奖励多少，生第2胎奖励多少，对吧？第3胎再奖励多少，就这个也没刺激多少人出来。也就是你这个刺激跟那个养孩子成本和那个男女啊为生孩子而失去机会的吧，这些成本不成正比啊，大家都会算账啊。所以说我这个就他这文章说的啊，农业社会婚姻它是一种生产单位，对吧？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的，你离开家庭就不行。而这个工业社会呢，你有家庭反而是牵绊，反而是累赘。这个尤其很多女性，对吧？她不结婚活得好得很。在过去农业社会，女性如果不结婚，一个人她很难活下去啊，对吧？那地里的重活粗活的干也很辛苦啊。但现在这社会，很多女性比男的容易存活，对吧？女的35岁如果失业了，那不行，去干保洁，去餐馆刷盘子。这个媒体有很多报道，对吧？在北京，在上海，很多妇女就做保洁、做家政，对吧？几年攒100万，还真有，是吧？她就做零工啊，在这家干3小时，那家干3小时，一天干个5家，干个3家呀。咱们节目也介绍过，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女性啊，从这个农业社会到咱们现代社会或者工业社会啊，这个女性的地位提升远远大于男性，在社会中啊，相比较这农业社会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啊，现在单身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原因。也就是啊，大家没必要将就啊，因为将就对大家不利啊，弄得不好结婚都是副作用啊。所以你看啊，这些女性里面，这个高龄高知，对吧？还有什么3高女性特别多，就是女性越优秀越容易单身，因为她不想将就啊，不将就完全能活得挺好。然后他说的啊，这个3亿银发经济，他说啊，是因为正好这3亿人呢，他们正好是享受了改革的这个红利，因为咱们历史上还没有建立过什么社会保障体系，正好他们是第一批。他这说的也有道理啊，对吧？等到他们退休，哎，退休金能发，退休金还不错。你比如胡一静老师这个文章，他认为啊，这些退休的同志啊，经济条件不错，子女也独立了，这个时候他就有更多的这个情感需求，对吧？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遗憾没能实现，老了呢，子女也忙，对吧？这些老人也空虚寂寞，所以他们对这种情绪啊需求就更高啊，去跑去上老年大学补一补年轻的时候没上大学的这个遗憾，对吧？去学唱歌、跳舞、音乐、舞蹈，玩这个儿时的梦想，这叫补偿心理啊，补偿经济。然后加上这些人啊，他年轻人有很多幻想被压抑了，被压制，老了有了钱，所以对这种霸道总裁这些什么土味短剧啊，就趋之若鹜，形成了这个情绪经济，对吧？情绪需求，我觉得啊，他这个说的也是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在有了保障体系之下，我们这老年人跟老一代年轻人、老年人不一样了。我们就现在退休的这批人，他们之前的老年人呢，那都是养老靠家庭嘛，对吧？靠子女孝顺。但是到这一批人他不需要了，他靠退休金。哎，这确实是个转变啊！你想以前农业社会没这一套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家庭关系的这个解构啊，重新组合。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他忽略了一个什么呢？这3亿银发经济这里面能享受这样的恐怕只有几千万，因为绝大
大部分还是农民啊，农民哪有这个？农民一个月100多，能养活自己吗？对吧？现在60以上的农民接近2亿，你这3亿的这个银发，其中有2亿多啊是农民，真正的城镇啊，像胡金老师这样的，那是少之又少，也就是城镇居民啊，这个职工这种退休的，恐怕也只有几千万，也就是绝大部分人，即便有这个情绪需求，他也没有这个消费能力。所以基于这个啊，什么宠物经济啊，什么银发经济啊，多少万亿，那都是叫拍脑门静态计算出来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啊。以60年代、70年代生人来说啊，他们有退休金保障，对吧？他们面临的这个跟几十年前不一样，这确实是这样。但是啊，他们对消费的观念不会有太大变化。真正的说谈得上银发经济，自己为自己花钱的，恐怕要等到90后退休，因为这个他的消费观念已经不一样了。这人一旦形成一个消费观念，他是改不了的，很难改，就偶尔可以刺激冲动一下，但是他日常消费是不会有什么冲动的。我举个例子吧，那个年轻人对吧，小孩子他觉得开空调无所谓，是天经地义的，只要一热就开空调，开完了之后他不关，对吧？整夜开都行，因为他没有概念。但是一旦这个对吧，成年人他就老在算计了，哎，我出门了，我是不是要空调关掉？我这晚上几点了，我应该把空调关掉，开着费电呢，对吧？那个灯啊，只要没人，顺便把灯关掉。但是年轻人就不这样，年轻人就是哪儿灯都开着的，他没有这习惯关它，为什么呢？这就是消费观念不一样。成年人啊，因为知道赚钱不容易，对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他就养成一个节约的习惯，水龙头要拧紧，不需要的坚决不花。这种习惯一旦形成，他很难改。所以我说要真正的啊，要银发经济，说让人家自己给自己花钱，恐怕要等到90后退休，对吧？以胡一金老师为例，他就是赚钱了，他在股市赚了钱，那他也只是一口气买了5件 polo 衫，对吧？吃面条的时候上面多加一个蛋，你刺激他，你让你去消费，他不知道怎么消费啊，他觉得没必要啊，他觉得一碗面条加一个蛋就已经很满足了啊，顶多跑到北戴河啊吃个海鲜自助，人均138一位，他已经觉得非常棒了。你指着他银发经济，你指着从他身上产生多少消费，赚多少钱，怎么可能呢？最后啊，文章说到这个拉布布，对吧？这些消费，养猫、养宠物，实际上这种严格意义上不叫情绪消费。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啊，为了看盲盒，为了那个自己中意的那种玩偶，对吧？愿意花钱去买，但是啊，这些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不能拿个别现象去，对吧？说明普遍问题。108万的这个拉布布，那都是特例，身边并不常见啊，哪怕就是花几百买拉布布的都少啊。你可以问一问我身边，对吧？花几百块钱买拉布布的多吗？对吧？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啊，就像这个 LV、古奇，对吧？这包啊和皮带，你把它理解成某种奢侈品，你把它理解成某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一种标签，对吧？把人群区分开，你这么理解的话，那实际上以前就有，拉布布只是多了一个这么一个产品而已。所以回到文章的标题啊，越没有用的东西买的越贵，越是虚无的市场需求啊，市场越大，这个是有点以偏概全。真实情况是我们国庆节人均消费一天是114，这难道不是年轻人去的吗？这里面难道没有银发吗？越没有用的东西卖的越贵，但是它市场很小很小，都是特例，可以忽略不计。越是虚无的需求啊，市场越大，这个完全是反过来的。现在都已经不是在追求性价比了，对吧？过去啊，前几年性价比高的商品有用没用，大家都会买一点，囤嘛。大家记得一个词叫囤吧，囤货，对吧？剁手党，为什么叫剁手党呢？他看中觉得值，那就买，其实有没有用不知道，买了好多东西放家里，最后都没拆，对吧？那女生啊，看到衣服好就买回来好多标签都没那个吊牌啊都没拆，他觉得便宜，他觉得性价比好。那现在呢？现在不可能有人囤了，对不对？现在都是按需求来买了，你没有需要的，你再便宜他也不要，对吧？这个消费严重降级啊，哪里来的什么虚无的需求市场越大呢？那不是扯吗？说到宠物经济啊，为什么宠物经济确实，对吧？近些年啊，这发展的好像市场越来越大，那是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单身经济异常发展。文章也说了啊，因为单身经济导致人总有这个情感陪伴的需求啊，对吧？既然找不到一个男朋友或者找不到一个女朋友，他可能就变成养狗了，养猫，部分替代一下，对吧？所以在这个单身经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种宠物市场随之变大，这是合理的。但是它这个市场是有天花板，就这个宠物经济不会太大，宠物它不会大到啊说去替代另一半。而且啊，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养宠物，不愿意谈男朋友，不愿意谈女朋友呢？本质上还是这个情绪价值啊，这个宠物提供的成本要低。
宠物你就给它花点钱就完了嘛，然后它也给你索取不了什么东西，对吧？你也不用看它脸色，你也不用迁就它，是一种单方面的，对吧？总之，这种情绪啊是成本相对较低的，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宠物经济啊，它是有天花板的。所以这篇文章啊，虽然有点这个以偏概全，对吧？它试图解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情绪价值为什么大家愿意为它付费花钱，但是真正的啊，这个情绪价值它的市场是有限的，你不能否认呢，这个情绪价值为情绪买单，这个是有的啊，而且有这个日益增长的这种苗头。但是啊，整个市场有限，因为它不是刚需。但你兜里越来越瘪的时候，你拿什么去为你的情绪去买单呢？如果我们都还活在这个叫马斯洛这个需求理论，对吧？我们还活在第一个叫生存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在追求这个安全需求的时候，你哪有精力和钱和这个物力啊，去追求什么更高层次的追求，什么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啊，那应该是在更高层次啊，爱和归属、尊重需要，还有自我实现。所以说啊，当我们如果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要为情绪付费的时候，你好好想一想，很有可能啊是你走错了片场。好，这一期啊咱们就是闲聊，供大家参考借鉴啊。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